大家好，我係周博初。你有冇試過明明瞓足8個鐘，但係第二日起身都覺得好攰呢？甚至個人成日覺得好焦慮、好冇安全感。其實好大機會係你張床擺錯咗。今日同大家分享點樣通過床嘅擺位去令到自己精神啲。睡床嘅擺位最重要睇2個條件。第一呢，我哋個床呢要有依靠，意思呢就係床頭要緊貼埲牆，會令你潛意識產生一種被保護嘅感覺，令你可以進入深度睡眠。相反，如果床頭靠窗或者留空，就會好似少咗一份被保護嘅感覺，做嘢嘅時間自然少咗一份底氣啦。第二樣嘢就係要3邊落床。如果張床可以保持到3邊落床，咁樣做唔單止可以優化房裏邊嘅生活動線，空間感大咗，心境自然會舒暢咗啦，人際關係同埋生活都會更加好。你哋張床係點樣擺嘅呢？想事業有進步，想人際關係更加好，今晚翻去就睇下你張床係咪貼實埲牆啦。調整好優質嘅睡眠空間，你瞓得更加好，你嘅心境就會變得更加好。歡迎你哋喺評論區度分享你哋嘅房間佈局，我哋一齊交流下啦。